做咗10幾年保險啦，我就發現咗一個咧好殘酷嘅真相，即係99% 買基金嘅人咧都係喺度幫別人做嫁衣。嗱，我曾經咧都係保險業嘅 top sales 啦，而家咧有18套房做咗包租公。嗱，一開始由一個月入可能得2-3萬嘅保險新人，到做咗一個保險業過百人嘅總監，到今日啊每個月收租有超過70萬嘅房產投資者，我就係做啱咗一樣嘢啫，就係睇清咗個真相啦。咁啊，大家知唔知一隻基金係點樣運作嘅咧？股票、期貨、基金都有3個共通點嘅，就係信息不對稱，內幕你唔知道嘅，規則又唔透明喎。嗱，漲跌升跌咧都被操控，成本又唔可控，仲有各種嘅隱藏費用。但係樓又唔同喎，地段你睇得到，租金你收得到，升跌咧亦都有周期可以跟喎。其實一句說話就係有莊家嘅市場，搏嘅就係內幕；冇莊家嘅市場，搏嘅就係眼光。普通人冇內幕，但係可以有眼光。我投資房產咧有3大原則：第一，我只係買睇得明嘅，例如地段啊、配套啊、租金幾多啊；第二就係買俾得起嘅，我負擔得起嘅，我會量力而為，我唔會過度做槓桿嘅喎。第三，我只係買有正現金流嘅，以租養貸。但我靠住堅持呢3個原則咧，喺2010年去到而家咧，房產數目由1間變咗18套，月收入咧由2-3萬到而家月收租有70萬，資產規模咧由100幾萬去到而家已經接近1億啦。但係而家咧我仲睇翻一啲仲賣緊基金嘅前同事啦，佢哋仲係頻頻撲撲、營營役役。我當初離開保險業咧，並唔係因為保險業唔好喎，只係我明白到咧，與其幫人賺錢，不如俾啲錢去幫我賺錢啦。如果你都覺得基金越買越蝕，股票越炒越窮，你嘅存款咧越存越薄嘅話咧，歡迎喺評論區打個防字。下一期咧我會詳細講下普通人點樣透過精準嘅資產配置，令到你身家咧可以輕易翻幾倍。記住有莊家嘅市場，你係棋子；喺房產市場咧，你就係棋手。選擇從來都大於努力。